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集嚟到津岸8號為業主進行鋁窗、露台門維修同防漏工程。今次單位嘅窗架配件出現氧化同埋多點鎖手掣鬆脫嘅狀況，亦見到舊有膠邊為咗避免收縮而用膠水黏實，而我哋為業主更換更耐用嘅 TPV 材質防水隔音膠邊，就唔需要再用膠水而破壞咗鋁窗嘅結構啦。嚟到露台防漏工程部分，可以見到門罅隙嘅中間出現一啲白色粉末，俗稱爆棉花現象。而形成原因係因為鹹水氣入侵，令到鋁金屬同埋不鏽鋼產生化學反應而形成鹽粒，持續侵蝕。而解決辦法就係徹底清潔，再重新密封防水膠，咁就可以避免鹹水氣再入侵㗎啦。工程完成。